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准总统赖清德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来公布到第二波的内阁，内政部长是前立委刘世芳，交通部长是现任的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，法务部长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郑明谦，教育部长是中山大学的校长郑英耀，文化部长是李婉，也就是作家小野。杜英泰讲，刷落来内阁会为老问题找新方法，为新问题找好方法，嘛希望媒体莫乌白来要内阁的名单，讲每一个内阁拢是真爱。为老问题找新方法，为新问题找好方法。丁顺内阁讲要一步一步来，准行政院长杜英泰透早记者会公布上新的内阁人事，伫公布进前先甲记者约送。我都还没有谈，名字都出现，我会非常的尴尬。尤其是我今天如果跟某一个人要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，在媒体出现了另外一个人，他会问我说他是不是备胎？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，我也要让他相信你是我的真爱。丁顺人选真保密，毕竟新内阁传承布局真要紧。第二波公布人选，内政部长由前立委刘世芳接，交通部长由现任的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转任，法务部长是由北检的检察长郑明谦出任，教育部长请出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，要一个上爱引起人注意。我在4月初之后才接到征询，然后我犹豫了蛮久，因为我们家人都很担心，因为我的感觉上他觉得我好像不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当公务哈。准文化部长请出伫艺文界真出名的李婉笔名小野，伊毋但有著作，伫电影、电视、舞台剧拢有经验。毋但安尼尔，已经甲2018年当时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郭文铁邀请做竞选的总干事。面对记者的问，伊是有备而来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一直问柯文哲，我对每一个机会都会把握学习啦。要从文化界找到一个肯出来为公众服务的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激。很高兴李远部长他能够在考量之后，毅然决然的要加入行动创新内阁。经过了解，内阁拍算有5波的人事公布，毋但对丁顺的名单真保密。杜英泰嘛证实讲，有甲现任的院长陈建仁请教过，答应讲伫5日抗战前，有一个上届有纪律的团队对接，和国政顺利的交接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